各位觀眾大家好，我係宋韶光。聽日新曆係8月27，農曆係7月25，係星期六嚟。聽日嘅天干地支呢係辛巳寅，因為巳亥相沖，聽日係巳寅，所以屬豬嘅人呢就犯沖啦。屬豬嘅人聽日既然係犯沖，所以不管做任何事呢，都應該盡量小心謹慎為妙嘅。聽日雖然對屬豬嘅人不吉利啫，但係對於其他生肖人嚟講呢，就係一個大吉大利嘅好日子嚟。適宜做嘅事項呢，相當多嘅，就包括嫁娶、會友、開市、交易、立約以及栽種嘅。聽日嘅財神方原來喺正東，做生意求財或者從事任何投資買賣都應該盡量利用正東呢個財位嘅。聽日吉利嘅顏色原來係紅色，吉利嘅數字原來係3以及係4嘅。